導演有冇啲嘢想同觀眾講先？飛又派晒，坐得一半，即係唔使錢嘅就最貴嘅係。冇乜嘢講，我唔知講咩。你會話？你說吧。我上一次說了很多了，誰知道？就很感動。大家好，我是台灣來的，我是鄰里上負責人陳怡晶，也是這個片子的製片。這次來香港看到這個片子，因為導演他當然會講很多辛苦，談他這個片子是怎麼樣子，我們怎麼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？對，我覺得非常非常感動，而且戲院的效果非常的好，影像、聲音什麼都非常到位，我們非常滿意。謝謝。黃明興。佢係我哋今次成個動畫嘅製作就係馬來西亞嘅 Fly Studio， 即係你哋好，你哋好。我哋嘅團隊都係好開心，可以喺香港睇到我哋幾年努力嘅作品，得翻啲導演。上一場咧就咁啊有 Stephen 啦，就係即係我哋第一個 project 係2007年開始有啲 idea，就係咁上一次佢就嚟咗睇啦。第二個貴人咧就係阿 Connie 啊，唔知坐咗邊度啦。咁Connie 佢係阿 Sir， 終於睇到啦。係啊，好感動啊我。好事不宜遲，有冇觀眾想問團隊嘅問題？你可以舉手，我哋工作人員會俾咪你嘅。好前面呢衫嗰行黑色衫先生。喂，我好正套戲，但我最大嘅興趣就係個片名咧，點解你小蟲蟲咧第一個字係簡體字嗰個蟲，跟住第三個字咧就係三隻蟲，咁三隻蟲我就覺得你應該係暗示就係蝴蝶啦、隻蜘蛛啦同埋隻草蜢啦，但係點解第一隻蟲係簡體字嗰個蟲咧？有冇特別玄機嘅咧？個玄機就係我諗住，如果將來要大陸上嗰陣咧，佢係做2次咯。即係我唔知慳你一蚊啦，冇人出多一個版本嘅係咪？咁同埋你咁有少少關係嘅，咁你開頭有一隻即係大家係 connect 咁樣，即係類似咁樣咯。但係主要都係為咗慳一個版本。好都係最尾2個行有位女士。你好啊，其實呢部動畫我好早之前就有關注過，咁今日睇到好開心啦。咁其實我比較關心嘅係點解嗰個背景會揀喺台灣？係我哋跟錢走。好多謝你。即係簡單嚟講，佢其實應該都係，因為我哋有申請香港片分，但係一路都冇批到，咁可能即係因為我哋其實。老實講，當你話係做一部冇對白嘅戲咧，我哋係遇到所有嘅投資者都係好困惑嘅嚇。咁係同埋都唔平啦。即係其實以動畫嚟講，我哋係好平嘅，但係以港產片嚟講咧，我哋係好貴嘅。咁所以係一路都好難揾到分定啦嚇。咁最後就馬來西亞嗰邊係因為我哋都有政府分定啦，咁同埋後尾在台灣去揾啦，咁總之好辛苦先夾夠錢咁做咯，咁所以其實係香港係我冇攞，香港揾唔到錢啫。我諗 follow up questions 咧就係其實呢部片有好多資金都會喺台灣，亦都加入咗台灣嘅監製陳怡清做幫手策劃嘅。咁我想問一下怡清。為什麼這個項目對你，為什麼吸引到你會加入這個片子？我很快講一下我的背景，我其實是做動畫影展出身的，所以我看了很多動畫片。因為我自己個人蠻喜歡無對白的動畫。那在之前跟導演已經認識大概20幾年，我在2003年的時候在埃及國際動畫影展看到麥兜的故事，然後到最佳動畫長片，然後而且我記得面試下發，然後我看得非常感動。我回台灣以後，我們策劃第一屆國際動畫展，我就想找編導來台灣，所以那時候我們認識很久。那後來這個過程當中，我其實還想做製片，所以我就問導演說：“我想試試看做製片，你有什麼故事給我？”他就丟給我這個故事，然後我自己真的很喜歡，所以就
不傻子一个就慢慢的进入这个旅程。然后我们2019年参加金马创投，然后2020年认识我们 Five Studio 的老板，他很喜欢咱，所以我们就3个一起有这个冒险的故事这样子。所以也是三个昆虫的大冒險，是我們3個傻子嘅大冒險。因為我哋其實係07年香港啦，第一次有啲 idea 啦。嗰時係因為即係香港電影都好不景氣嘅嗰個年代，咁就係即係朋友，即係有上次嚟嘅 Steven 就係佢哋即係動畫公司，即係佢特技做特技、電影特技嘅，咁又即係冇乜 project。咁我問我有冇啲平靚正嘅嘢可以好低成本做。咁但係因為佢哋嗰時佢哋嘅能力就係只可以做到蛇蟲鼠蟻，咁我諗蛇蟲鼠蟻搞到啲咩咧？咁所以就即係出咗小蟲蟲呢個故仔啦。咁但係後尾當然都好難搞得成啦。咁嗰時我諗我哋個 budget 都好難，計到好低，因為我嗰陣我係諗咁實拍背景啊嘛，咁加啲 CG 嘅蟲，咁細隻又唔使點樣 render，咁諗住好平啦。咁但係其實你拍攝起上嚟，其實好多技術上嘅困難咧，即係我哋都一路做一路諗一路去解決啦。咁07年嗰次就好快就玩完啦。咁後尾咁我就頭先我同講就阿 Sena 咁就知道我有呢個 project。咁喺應該係有冇記者14年啦，我哋係咁有少少資金咧，咁我哋就做咗。你睇呢個個 trailer 最尾係 ending credit 最尾咪有個試片，有隻舊版嘅蜘蛛。咁我哋14年就做咗1分鐘多啲嘅 test 啦，咁就又嘗試再去揾個投資啦，咁但係都即係亦都冇人蘇我哋啦，咁所以咁基本上個 project 係已經我就擺落棺材㗎啦，即係當唔得㗎啦。咁直到即係19年咁啊，怡清即係問翻我有冇興趣再試下，咁於是我哋就開始再做咗一次金馬創投。咁創投完之後咧，其實咧都係冇人蘇我哋嘅。即係所以都係諗住做唔到嘅，咁但係後尾就係撞到阿明啦，即係馬來西亞嗰邊，咁佢哋 studio 覺得呢個都得意喎，個 project 可以試下喎，咁所以佢哋申請嗰邊嘅 funding 啦，咁我哋香港呢邊我哋申請香港 funding，咁最後我哋又攞唔到，咁佢又攞到，咁我咁好難做喎，不如唔好做啦，即係唔夠錢，咁啊。唔得喎！第一次攞到，哇！即係退翻好樣衰咁樣，一路做一路揾啦，就揾到嘅。咁結果一路做一路揾，咁講呢句嘢，我哋講咗20年到而家，即係5年6年，其實都係一路做一路揾嘅。好高興見到作品，因為其實喺金馬獎咧係攞咗最佳嘅音效嘅，咁所以其實真係好值得喺大銀幕同埋同觀眾見面嘅。咁仲有冇其他觀眾有問題？後面嗰位先生先，一陣間留翻嚟中間。Hello，好開心睇到呢套戲啦。咁因為即係香港，我好 proud 有西外同埋呢套啦。咁另外我即係頭先撞到阿 Felix 啦。我想問點解會揾到阿 Felix 合作嘅？阿 Felix 葉馬家做呢樣嘢，我諗除咗佢，我諗唔到揾邊個做。同埋即係譬如我記得我哋傾草蜢蜘蛛嗰時，我哋其實因為最開頭諗咧冇對白之餘咧，開頭諗住係佢哋連表情都冇。原本我最想做即係第一個好實驗性嘅版本咧，係好似喺 National Geographic 嗰啲動物昆蟲紀錄片，即係直情佢哋係即係好睇紀錄片咁樣，但係somehow係一個 action comedy。即係佢哋冇對白冇表情，咁但係後尾就我哋做啲 test 嘅時候發現咧，即係呢個實在太高難度同埋嗰個係即係太抽象啦嗰樣嘢，咁所以其實都一路慢慢去調整啦。咁我一路嗰個講法就係我希望個動畫唔好咁 Disney 嗰啲，即係好米奇老鼠嗰種。咁我哋其實第一段戲做出嚟咧，就係一開始佢係即係草蜢跳上個石頭度，跟住隻蜘蛛就好似隻狗咁係咁喺度揩佢，跟住俾佢一腳踢走。嗰個係我哋應該係最早嘅第一個 test 嚟嘅嚇。咁而家睇翻我都覺得其實佢跳上嚟嗰下係唔應該咁跳，好米奇老鼠啊其實。好G 排有一位戴帽嘅女士係咪？頭先想發問嘅，可唔可以舉一舉手？哦，sorry 前面。OK，嗰位觀眾先。
套電影好好睇啦，睇到好投入啦。咁我就想就揀蝴蝶係好正常，因為蝴蝶好靚啦，會飛啦。咁就揀咗嗰隻係咪草蜢定話係蟋蟀？咁然後就揀一隻好得意嘅蜘蛛啦。咁咧其實咧我就覺得因為喺香港咧有個鳳園蝴蝶保育區，咁佢喺過去10年咧都喺唔同嘅學校裏邊咧係做一啲叫蝴蝶園。咁其實佢嗰個作用咧就係我哋嘅城市啦，同埋我哋嗰個郊區咧係好接近啊。咁啲蝴蝶會喺城市度迷失嘅，即係走咗過隔離，就好似你套片咁樣樣啦。咁然後咧佢哋就唔識翻屋企啦，就 lost in the city 啦。咁咧其實啲學校咧如果有蝴蝶園咧，啲蝴蝶就可以一個咁好似個跳島咁樣樣咧，呢個叫做跳島效應。咁然後俾啲蝴蝶咧最後翻去森林嘅。咁我唔知你哋有冇參考過呢個 idea？ 同埋我想第二個問題就係話點解會揀草蜢啦同埋個蜘蛛咯？冇參考過，你基本上亦都冇揾，即係唔敢揾一啲昆蟲專家做顧問，因為一定我驚累咗佢個明星，即係因為啲嘢亂嚟㗎嘛，我哋其實都咁你要拍呢個蝴蝶園跳呢個都幾得意呢個概念。咁點解係草蜢人蜘蛛？其實草蜢係最早定咗嘅，因為有個戲其實個主題就係即係。我就係唔跟你跳啊嘛，我就要飛就係唔聽老豆話啊嘛。咁其實咧，如果其實之前有朋友問我，其實你嗰啲人類喺度喺個戲裏嘅作用係咩咧？其實真正要講嗰個內容咧，其實喺人類嘅細節裏邊。你話如果將來有機會咧，嗱二刷啦，你二刷再睇，你下次去睇咧，其實睇啲人咧，咁你其實知道我哋講咩。好，中間有一個問題嘅，可唔可以舉一舉手俾我哋帶咪嘅同事見到 ？Hello， 我唔係問問題啊，我淨係想讚，非常厲害，導演真係好犀利。都係你贏咗喎，呢啲唔好咁講。呢個係世外嘅加邊嘅。我自己好欣賞一個咁難度高嘅製作裏邊，你都堅持做咁多動作啦。你嗰啲場面每一個我都睇到係拍得非常之好，先可以做到咁。Very very very good. Thank you。其實都唔係嘅，有啲都係亂嚟。不過咧，有一個我都想講咧，其實今次我哋都幾好彩，我哋拍嗰陣時咧係撞正台灣大地震。嗰一日咧就係我哋啱啱拍即係去好多蝴蝶標本嗰一場戲咧，我哋拍咗一日戲之後咧，跟住即係要拍2日，第2日咧朝頭早就大地震。開頭我都即係首先我未試過咁震先啦，咁啊驚即係驚完咁都要翻工開工啦。我搭緊車就先諗，咦死啦！嗰啲嘢會跌晒嚟爛晒嘅，咁點算啊？即係又即係你未拍都還好啊！即係咁結果好彩咧，真係一個都冇跌咗落嚟喎。咁佢全部我問咩黐㗎？咁佢一隻衫咧唔知可以甩翻落嚟嗰啲咧，我度你嗰度拍，我嗰度廣告贊助咯呢個。即係我諗咧，如果佢真係跌，即係爛晒咧，都唔知點搞嘅真係。如果拍咗一半，真係好彩。或者我都想問一問個問題，就係其實套動畫咧就唔係純動畫嘅，就配合好多實景嘅拍攝啊，啲鏡頭其實係即係追住隻動物去做。咁我想問下，喺呢個前期嘅 preparation 其實有啲咩難度，或者拍咗翻嚟喺動畫加入去嘅時候又有啲咩挑戰？其實因為 storyboard 係我哋其實未睇勁都唔知，即係做 storyboard 設計嗰時，其實係大約知道係發生咩事。咁去到現場，其實每一日就係你揾到嗰個景嗰陣咧，就重新諗過。咁我就同攝影師講，不如你大家唔好跟 storyboard，唔好諗呢樣嘢啦。即係你真係當係一個 live action 嘅時候，如果你用一個攝影師角度嘅時候，你覺得用點樣嘅鏡頭去講呢個故事最好咧？咁我哋都喺現場咧，即係一路傾一路拍嘅。難度就係咧，
因為你近攝咧，其實嗰個景深好短啦，好容易 out focus 啦。咁同埋你都見到，其實因為我哋其實係好窮嘅，因為 mini cool 去拍啦。其實我哋嘅器材咧都係只係得一啲，即係嗰啲點啊，即係有啲 stabilize 嗰啲咁嘅 cam 咧。咁但係你 stabilize 嘅 cam， 但係當你係去拍 macro 嘅時候咧，其實佢都係震得好緊要。我哋全部 drop 翻到嚟都係要做翻一啲 stabilization，都好痛苦啦。如果大家有應該有啲動畫朋友啦，即係你都知道，即係你跟住你要做翻個 camera，track 翻個 camera 出嚟都好難啦。咁亦都係出現一個情況咧，就係、有時你想嗰個 shot 嘅內容係咁樣嘅時候咧，但係原來佢喺一個位置咧就 out focus 嘅，即係你唔可以，你個構圖要每一個 shot 都要好彈性地因應我哋拍咗啲咩翻嚟，再重新再諗嘅咯。所以嗰個成個諗嘅過程係冇停止過，不斷喺度執咯啲嘢。你有冇乜技術補充啊？我其實有好多嘅 shot，我哋都係用 3D 模型去砌翻嚟。